11黃金週網上流傳咗大量浮潛人士踩爛珊瑚嘅片，真係睇到好嬲好痛心。唔明白點解人類對海洋嘅破壞可以去到咁冇意識嘅地步。當然我知道淨係嬲係冇用嘅，我哋需要有實際嘅行動去保護呢一片嘅海洋。正正喺10月1號，我參加咗今年香港嘅珊瑚礁普查工作，幫漁護署去記錄海洋生物同埋珊瑚嘅數據，仲要做一件事就係清理海底嘅垃圾。坦白講，分配工作嘅時候諗起嗰啲浸到爛晒或者發晒毛嘅垃圾，我真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厭惡性嘅工作。但當我哋將一個個纏住珊瑚嘅鬼網慢慢咁解開，將佢哋喺死亡嘅邊緣拉返嚟嗰刻，我先明白呢個執垃圾嘅崗位可能先係最有意義嘅崗位。珊瑚礁生長幾十年，可能1秒鐘就會俾人踩爛晒。我哋嘅海洋絕對需要我哋一同守護。出去玩嘅時候記得留意4大義務。第一，零接觸原則，唔好觸摸，唔好踩任何海洋生物或者珊瑚。放好你嘅裝備，所有儀器喉管要貼身，唔好拖到或者勾爛呢個脆弱嘅生態。第三，帶走垃圾好啦，唔好帶走任何海洋嘅紀念品。最後，舉報破壞，見到任何破壞嘅行為要馬上記錄同埋報告。珊瑚礁嘅健康就係海洋嘅健康，我哋每個人嘅一個小動作都決定緊香港海洋嘅未來。